今年2025嘅 DSE 裏面咧，我嘅 overall 都係5星星 ，reading 同 writing 都係5星星嘅成績。我係嚟自香港華人書院嘅 Anthony 啦，大約係由上年開始報 ISET 咯。writing 最幫到我嘅，因為佢好多唔同嘅寫作範文啦，又有涉獵唔同嘅題材啦，例如話一啲嘅說明文啊，一啲嘅議論文啊，然後都有牽涉到唔同類型嘅立意啦，以及唔同嘅 skills， 所以我覺得都好有趣嘅。佢令到我答 reading 卷嘅時候咧，就更加之有結構啦。佢成日就會有一個口訣啦，就等我哋去答呢個長題目嘅問題。一時間唔係好諗到點答，我都可以用佢教嘅框架有效地去喺題目裏面取分嘅。裡面都好多收錄咗好多唔同嘅詩詞啊、句子啊，咁可以有助我喺作文嘅時候去運用翻出嚟，咁啊令到篇文章更加之靚仔。特別係佢凌晨3點都會覆我 WhatsApp， 所以我覺得佢係一位好有心嘅老師嘅。好好啦，因為佢啲聲音咧可以話係抑揚頓挫啦，想瞓覺瞓唔到，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趣。多謝佢一直以嚟教導同埋佢好嘢都會肯覆 WhatsApp啦，佢會記得每個學生嘅名。多謝 ISET 咯。